赞。这是基督的厝，主真交陪我住，上帝你才是阮，接近受敬仰君。第三，我爱我命的话，传出奇妙所做，悲伤的滋味，平安快乐三水。第四，赞。原来伫这임时，有了上帝作兵，希望天定成事，称赞救主胜利。第五，救主使我稳定，一生听你无变，后日你听你，先多一句赞美。赞美，毋是学了。好，请咱备办心来三个敬拜。各位兄弟平安，咱安静咱的心来迎接三位上帝，咱要用诚实的心灵来敬拜伊。
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勇壮，通到80岁。由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你互少年人有活气诚多因的阳光，互头毛白的少年得到尊严。阮要学乐感谢你，你将恩惠甲恩典放伫阮的日子的中间。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中间。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工，阮的手所做工，愿你坚固伊。咱来念圣诗272首，咱起立来念全首。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路玛利亚出世，伫本着逼刀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用间活，就天坐入全能的大平，每日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建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来启用
经文20篇，也是诗篇90篇，咱来启用。这声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正山也未受造，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这声你永永远远是上帝，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讲人啊，要回归原本。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亲像暗暝的一天。这声你用大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眠梦，亲像早起时烽烟，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暗时凋谢打去。阮因为你的受气消灭，因为你的大受气惊吓，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阮秘密的罪伫你面前暴露出来。阮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的过去，阮的一生亲像土一个开，阮的岁数不过是70，若勇行通到80，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人生亲像在飞，10000年久就过去。谁人感受为着你受气的威力？啥人了解你受气的可怕？求你教阮为晓算家己的日子。互阮的心有智慧。上主啊，你什么时才会改变心意？求你怜悯你的仆人。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阮一世人充满欢喜快乐。你互阮一生有偌多艰苦灾难，嘛，互阮一生享受遐多欢喜快乐。求你互你的奴仆看见你的作为，互阮的子孙看见你的荣耀。主，阮的上帝啊，求你赐福互阮，这声，求你互阮一切工作顺利，求你互阮所做一切亨通。咱三甲来祈祷。特别，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得到平安，通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你。阮大声献上阮的感谢。今仔日，阮的敬拜特别要来纪念阮总会所定常年时间的纪念之日，提醒阮来好好关心伫教会信仰长辈的时刻，伫教会生活中，侪信仰的长辈就亲像保罗对待提摩太一样，做阮信仰上属灵的父母。因捌伫阮主学时、青少年时、学生的时、社青的时，拢关心伫阮的学业，也是阮生活各种的事项，一直到阮长大成人，无用伫工作、家庭，渐渐阮忽略关心在信仰的长辈，甲因有所联系，不知不觉，
因的身躯渐渐老化衰退；有人因的精神已经无精英；有人因需要靠着西药剂来生活，因渐渐伫病厅的中间出出入入伫病院的中间。阮看见你捌用活力，互少年人得到阳光。白头毛的少年，你互因有尊严。信仰的长辈过去用因的年轻活力，做阮信仰的模样，带阮突破一个搁一个生命中的盲点。伫因年老的时，特别上帝，我求你，互因真正会得到白头毛所有的体面。阮咱人教会也经过61年的岁月，也进入伫上年的阶段。阮捌有50岁的壮年，40岁的青年的时间，阮捌有迄个真有活力的阳光的时段，总是阮恳求你会记得，阮要进入伫上年迈向70岁的过程的中间，阮知阮的体质，互阮纪念阮所过去的日子，你伫阮的中间会保守恩惠甲稳定。阮记得保罗安那来提携提摩太，保罗诚做伊信仰灵命的父母，伊用水佮真福音的道理来传承予提摩太，提摩太也接棒来牧养你的教会伫有所的所在，一代搁一代对传承甲接棒。阮今仔日特别的纪念上年曙光主日的时，阮搁一遍来思想你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所要启示阮的，求你真正互阮有智慧的心，通明白伫这个时光中间，你爱阮学习的功课，阮将这个摆列伫你的面前，求你保守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拢有你的灵甲阮同在，保守引带，
阮安尼伫你骹下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看一位圣经，记载伫诗篇92篇。诗篇92篇12节到15节，义人要兴旺，亲像早树；要长大，亲像黎巴嫩的百香树。既然栽伫耶和华的厝下，要兴旺伫咱的上帝的院内，因年老的时犹原结果子，因会结满满，色青翠，通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伊是我的石盘，伊拢无不义。我用法本圣经搁读一遍。一人要兴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上帝的院里。他们花白的时候，容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是咱要请诗班来学了，因要唱出感谢诗。
现在去牧师要用他们白时有缘结之子来证道。来向这边安。感谢主，咱今仔日是这个总会所定的这个常年时间纪念主日，嘛是咱教会中央敬老的日子，愿咱安尼，所有的这个长辈，拢会通亲像咱今仔日所领受的这个经文内面所讲到的，年老的时还会结果子，搁亲像这个黎巴嫩的碧香树安尼接真济色青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怎样来保守你家己的教会，特别你看顾恩待伫阮中间做阮遮信仰的长辈，互因安尼伫主你的教会会通安尼亲像樟树、碧香树共款，安尼伫主你的教会诚做遮个青年、少年以及阮的遮个少年的一辈，信仰安尼好的模范，也愿你，互阮遮个信仰的长辈会通伫安尼过来的日子，有缘伫主你的恩典甲保守的内面，继续安尼连接伫主你的内面，互因有缘安尼。亲像碧香树共款，安尼接真多色青翠，继续伫主你的面前，安尼得到主你的恩待满满。愿搁一届献上感谢、仰望、恳求、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免。有一篇即个文章，伊的即个题目安尼讲着吼，迄个题目的题目叫做《愚命人生》啦吼。伫咧迄个中间，即篇的即个文章内面，伊讲起着即个作者伊本身伊拄好安尼到伫65岁的时阵，伊就家己写落安尼几个讲叫做千万毋通做的戆代志。伊内底安尼写去，伊讲第一项就是千万毋通讲叫做自以为是安尼倚老卖老。伊讲，就算你过去真正有一点成绩，大部分的时，迄个大部分的时是时势的关系，毋通以为过去迄几招到现在有缘还佫会通用。第二个伊讲起着讲千万毋通讲阮安尼已经安尼辛苦一世人想要买一块地去一间厝来想要安尼想要迄个买一间安尼爱的厝，安尼欢喜来过几工安尼讲叫做称心如意的日子。伊伫遐讲起讲，毋莫讲你的一生老实讲，无算真正的辛苦，比起你的即个叫做你的迄个安尼父子辈你的先祖咱算叫做好狗命你现在的厝就已经真好无啥物回事，叫做理想的厝。如果真正动手去做，迄就是灾难一场。第三个，伊讲起就讲安尼毋通讲安尼辛苦一世人买就来安尼买一台安尼好车来犒赏自己嘛毋通袂记你现在真正需要是一台的中古车互你会通去伫咧爬山的时阵，安尼毋免惊讲安尼拍无去伫咧路边安尼停伫咧路边的时阵嘛毋惊去互挂伤嘛安尼讲毋通安尼无代志去找一台即个名贵的轿车来伫遐来侍候伊。第四个，伊讲起着讲毋通将迄个优先的次数来甲弄颠倒，讲伫咧即个年纪叫做讲食会去，安尼放会出来，笑会大声，困会去上重要。伫咧亲像讲伊讲起着讲，即个
国家的即个兴亡两岸的即个局势，吼少年人的未来交互遐个后人来去处理，免烦恼毋通想伤济叫做讲看袂爽快就甲骂几句家己性命真正安尼相关的，只不过是干那迄一口气其他的拢是生活事无相干。第5个，伊讲迄着讲莫阁为着家己人生设定一寡目标嘛莫阁为难家己莫阁为着家己设定迄个叫做讲2年要甲日本迄个日语来甲伊安尼学好势，1年要来将即个毛笔字来甲伊练到怎样3个月要会晓安尼迄个叫做讲游泳迄个自由式安尼会晓安尼。3个月学会自由式这种真积极的一寡遮个迄个代志。即个作者伊就写去，伊佫讲迄个讲袂安尼袂记得安尼毋通袂记得着迄个遮个美德想要安尼游泳要游就去想要游迄个游泳就去游无人管你的游泳的姿势怎样，有好看无好看，嘛无人管你游了有偌紧。敢有进步等等遮个，无人会管你写毛笔字写了安尼啥物款欢喜写就甲摕起来写咧毋通无事找老师来管咱家己，讲你辛苦老师嘛真忝。第6个，伊讲起就讲千万毋通迄个误会家己那亲像。安尼叫做讲来日方长，所以安尼干那只有盯着迄个叫啥？即个养生保健的即个节目伫遐看，哇食足济即个养生的迄个甲迄个用的即个即个物件，伊伫遐讲起讲怎样养生共款会死只是甲讲莫过甲伤过匪类，伤过注重迄个身体健康，大可不必啦，安尼咱讲年纪到，一寡器官怎样该留该爱正常修理，就爱正常修理所以伊即个作者伊伫遐写起即6种的时阵，我毋知影讲咱有同意。伊所讲的无，是同意其中内面所多几项。亲像讲，咱伫咧即个网络面顶，是讲伫咧即个电视面顶，常常会看到讲叫做个一生必有的10大景点，是讲必读的30本好书，非吃不可的美食，这个话作者讲，千万毋免相信伊，伊遮个甲咱拢无啥物地带。特别是伫咱即马即个拄好伫咧即个双年时间纪念主日的时阵，咱会通透过遮也嘛，互咱一寡的提醒。但是佫较要紧的是，咱要转来看圣经安怎来讲，咱伫咧年老的时阵，咱应该是有一个啥物款的款式。伫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诗篇第92篇，伊的全篇，伫咧即个全篇内面，伊第1节内面，伊伫遐讲起着褒扬称赞耶和华的慈爱，甲着伊的信息。伫咧第4节到第5节，以及第10节到第11节，伊伫遐来学了上帝的，伊伫遐讲起着迄个学了上帝的原因。伊伫遐反复伫遐咧讲起。到第6节到第7节的时阵，伊伫遐列出迄个歹人伊的结局。到第12节到15节的时阵，伊伫遐提起着迄个义人的兴旺。诗人伫咧即个所在，伊所讲论的拢伫遐讲起着2点的重点。第1个就是伊伫遐去讲起着迄个应该不断来伫遐来学了称谢甲感谢。感恩。第2个，
伊伫遐来讲起着应该安怎样来分别公义，来拍败即个罪歹。伫咧即两个重点，伊拄好伫咧回应着诗篇92篇的第1节内面所讲起着，伊讲上主啊，我很感谢你，至悬的啊，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这是伫咧诗篇第92篇第1节内面所讲起的。咱要用到今仔日，咱就要用到即个伫咧迄个第4部分，就是义人的兴旺的即个经段咱来伫迄个中间来分享。伫迄个中间咱会通看见的就是，伊伫遐讲起到即个义人要兴旺，亲像樟树会生长亲像黎巴嫩的吉香树。这个树栽伫咧上主的殿，伫咱上帝的城无生。树老的时，还会结果子，结真多色青翠。地显示上主公正，拢无不义，伊是保护我的照伴。伊伫迄唱出来，诗人用着安尼一个一百真明显一个真对比的迄个一个图画。伊伫遐将迄个歹人甲着迄个义人会做一个分别。诗人伫迄个中间伫遐讲起着讲伊伫遐讲起着迄个伊讲即个歹人亲像草无生，做歹人虽然兴旺，一定会灭亡。伊伫迄个中间，歹人那亲像草一般样，因为迄个草，因为因会紧浅当迄个炎热也是靠旱临到的时阵就伫迄个中间来伫遐高达，来伫遐来凋谢去。伊的迄个兴旺只不过是干那一时仔久。伊伫迄个中间迄个安尼，咱会通看见，即个伊的结果就是去互风吹散去，上落尾来伫迄个中间来至到灭亡。若是义人却毋是安尼，诗人伫迄遮讲起着讲义人要亲像啥物？伊讲要亲像一丛的树诗人伫迄个中间，伊提起着2种的树，第一种就是樟树。即个樟树安尼伊生得真悬，安尼生甲安尼直直直。伊个安怎呢？伊是即种树，伊是非常的有路用。安怎讲伊有路用？伊会通供应人的即个食物。樟树伫咧咱的华语内面就是迄个叫做棕树或者棕榈树。伫咧即个伊会发啥物花？伊会发那个枣叶，所以咱若去中东的所在去食到即个樟树会结个果子的时阵，因拢会安尼。那咱华人可能食了较袂习惯，因为足甜的，非常的甜因为迄是因中东迄边遐安尼因的迄个生活的习惯，所以樟树伊会通供应人的一个食物。伊讲哪，伊会通供应迄个所需要的材料，啥物款的材料？亲像讲迄个会通迄个制作迄个迄个绳索迄个绳嘛会使做迄个树迄个草树迄种树以及会通摕来做大厝顶。所以即个伊有真特别的能力会通，甚至咱若注意看，伊即种树真侪所在拢生伫咧即个迄个咱像讲海岸边，伫迄中间风台伫遐咧吹伊就安尼。迄个强风暴雨伫遐咧吹的时阵，伊就弯伊的树身伫迄个中间来遇着即个真恶劣的即个暴风，伊伫迄个中间，伊继续悠远伫遐来生存。诗人伫遐讲起讲，义人就会那亲像一丛得到上帝的恩典甲疼惜的即个樟树共款，栽伫咧上帝的即个殿院的内面。伫上帝城内面，伫遐安怎讲？伫遐无成，就上帝保护，甲着上帝栽培。所以，迄个樟树的树叶安怎？伊伫遐讲起，就讲迄个樟树的树叶，因为伊连接伫上帝
所以亲像即个樟树，伊连接伫咧迄个，咱讲伫咧像讲迄个海岸边啊，还是河边，伊伫迄中间安尼连接了，所以即樟树伊就接真侪迄个色青翠，吼，搁安怎伊结实累累。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义人伊的性命啦，迄个性命啦是非常的丰盛，非常的丰富的。毋那是干那长岁寿尔，而且是活到伊当伊年纪老迈的时阵，伊犹原是精神，安尼讲精神满满，亲像少年共款。这拄好是加入伊对伊家己的迄个见证。伊伫遐讲起讲安那，伊讲迄个上主的仆人摩西派我去探查即个地的时阵，我拄啊40岁，现在我已经85啦。今仔日我犹原勇行，甲摩西派我去探查的时共款。无论是交战是出入入，我的气力迄时安怎，现在嘛安怎，嘛是安尼。所以咱就通看见讲，一个义人伊的迄个形象是一个什么款的形象？第二，伊伫遐诗人伫遐讲起着迄个。义人亲像黎巴嫩的即个碧香树，咱会知影碧香树是迄个近东一带真侪即个树木的中间，迄个上悬大会通讲上水的迄个树。即个黎巴嫩的即个碧香树，伊的树悬，所以伊有会安尼珍贵，搁安尼有价值吼。因为安那伊规丛的树安尼生甲直直直吼，搁安那伊。上悬会用达到36公尺，伊的迄个树身，你若甲围起来上大丛的，即马现今的记录会通安尼，迄个围起来12公尺。今仔日伫咧即个近东的即个所在，有一寡即个碧香树，它已经嘛有安尼2000多年。即个碧香树有偌尔迄款安尼会通讲，伊有迄款安尼特权，因为伊的迄个树身甲伊的迄个树木的关系，伊会通提供所罗门的圣殿内面会通做迄个内墙，甲着迄个砖塔的遮个材料。所以碧香树伊伫迄个中间，伊受披露做迄个互上帝安尼。看做宝贝的迄款安尼的一个材料，甲迄个迄款安尼的意思。所以诗人伫咧这处来讲啦，讲义人会亲像这个树的迄款安尼的感觉，是迄个上帝所珍贵的，上帝所宝贵的。所以咱就会通看见讲一个伫互上帝看做义的。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一个迄款安尼展现伫上帝面前，上帝看伊是一个什么款的一个人。所以为什么义人会得到安尼迄款丰盛稳定，甲迄款的疼痛？因为因伫咧中间，伊甲上帝伫遐有三结连，因的根伫遐深深安尼讲。安尼稳重伫咧迄个上帝内面，伊的根怎安尼，亲像安尼，一直探去到伫上帝的迄个圣殿，伊伫遐安尼吸收上帝，得到上帝迄款的养分，所以伊一直伫遐安尼得到上帝的迄个安尼咱讲滋养，吼，所以伊的迄个生命啦是充满了活力。所以现今咱即马。迄个樟树是碧香树，它已经栽种伫咱的教会内面啦。周围咱会通看见伫咱的教会，咱遮的长辈，因犹原安尼伫咧咱的教会的中间，因伫遐来发生伫遐大丛的时阵，咱嘛会看见，就较亲像迄个树咱会通看见，当因伫遐落落因的迄个种子的时阵。就迄个树的边就开始来布出迄个新的树丛，遐就发出侪遮个幼细遮个新的树。现在遮个
樟树甲碧香树担已经安尼迈向迄个成熟，就算讲现今担已经年老，犹原会结出侪侪的果子。这是伫咱今仔日经文内面所讲起的，是为着要来显明上帝迄个听的恩典甲伊的迄个活力。但是即种的显明，并毋是伊的结尾，甚至是一丛即个老树嘛，需要伫迄个中间继续伫遐来讲起着上帝是对咱有何等的忍耐。伊伫迄中间生命，伊伫遐来讲起着迄个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伊伫迄中间啊，对伫遮个细丛的遮个新的树，伊伫遐来讲起着上帝伫咧迄中间来怎样来安尼做美妙的事，来伫迄中间伊怎样，因为伊起调伫上帝，就伊有法度伫遐来成长大长。搁遐尼啊青翠，遐尼啊水，因为咱爱真清楚知影，就是咱伫迄中间，咱活地伊迄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咱需要伫迄中间，咱爱搁较侪来伫遐来荣耀上帝。咱的生活主要的目标就是荣耀上帝，甲着伫迄中间来享受上帝。咱荣耀上帝，是因为咱不断地来讲起上帝对咱的迄个恩典，甲伊的慈悲怜悯，伊甲伊的疼痛。咱伫遐来享受上帝，是因为咱活伫咧上帝的殿院内面，咱的根伫遐探到伫上帝的殿院，伫遐安尼吸收对上帝来的遐侪侪恩典，伫遐来享受上帝的侪侪对咱的迄个好处。所以，咱遮个头毛白，或者个樟树，甲着碧香树，咱若爱将咱的根继续来连接伫咱的上帝的埕，伫遐来无声，互咱的即个树叶伫遐来安尼迄落结真侪色青翠。咱搁较爱要会通继续伫迄个中间，因为咱连接伫上帝。所以咱又会伫遐继续伫遐来结果子，互遐个果子毋若是干那简单，咱伫遐结果子就好，乃是爱互咱所发出来遐个遮个幼细遮个新的树，互因会通伫迄个中间继续伫遐来生长大长的机会。咱伫遐爱互咱所生长的遮个新树，互因犹原有春脚出手的机会。所以咱会通看见，咱若去看遮个樟树，也是遮个迄落碧香树，因伫迄个中间，因伫遐继续伫遐大长的时阵，伊毋是伫遐将迄个就哪将遮个新树甲伊扎咧，乃是继续互遮个新的树伫遐继续来安尼生长大长。毋是逐项代志咱拢伫遐来捡起来做，咱爱学习伫迄中间，爱学习伫遐。会晓伫放手，互遮个新树有机会，也继续伫遐来经历迄个咱的人生内面所应该爱得到遐个风雨，伫遐来面对着咱的遮个狂风暴雨的时阵，因为咱连接伫咱的主，所以咱也爱引带咱的遮个新的树、遮个新的丛，互因继续会晓伫继续来连接伫耶稣基督的顶面，安尼。因才有法度亲像遮个樟树，甲着遮个碧香树共款，因伫遐来生长大长，因的叶仔安尼结真侪色青翠，也继续伫遐来结果子侪侪。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主伫阮。对主你领受的这段经文，主你搁一摆会帮助阮会通看见，主阮若继续来领受对主你来的迄款的恩典，甲你的慈悲怜悯，主阮犹原当阮年老头毛白，阮犹原要继续来结果子。
但是阮伫迄个结果子的过程内面，阮搁较需要的是，阮需要来帮衬着阮对阮家己所生的遮个亲像，互因有缘会通甲阮共款来安尼结实满满，来帮衬阮遮个亲像，互因会晓得连接伫主你的即个定义，互阮真正会通继续来活出安尼不断一代承接一代，一代安尼续接一代，来继续伫主你的教会内面安尼结实满满。愿你的神来不断来帮助阮、激励阮、引带阮，互阮年老的时阵，阮无看轻阮家己，但是阮也互阮伫咧阮年老的时阵，阮无因为阮家己认为家己年老，阮就伫迄中间伫遐来享受，乃是阮要继续来连接伫主里，互阮有缘继续会通安尼接真侪色青喙，来安尼结识侪来成做阮遮个信仰的遮个后辈，的信仰的典范，互阮的遮个信仰的遮个少年人，互因因为阮对因所活出迄款安尼生命的款式，互因会通来得到安尼好的学习，也互阮的遮个少年人有机会伫迄中间来成长大长，也来结实满满。愿搁一届将阮所有遮个正长辈恭敬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的神继续来充满伫阮所有遮个正长辈，互阮人人拢有好的精神、好的体力、好的身躯，来通继续伫正人的面前来活出时常继续来为主做工迄个好的模样。愿搁一届献上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咱来念会用的诗498首，咱起立来念全首。请坐，也就是咱是要奉献的主日，叫咱来准备来奉献。
起立来起立来吟。只是我的一生的堂堂白白顺顺，虽然我大年不全，万年功劳万所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气力、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我的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阮是生命啊！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囝脚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之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阿门。真侪，但是来感恩的奉献。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疼阮，互阮虽然有年纪，但是阮知影，阮所爱做的，感谢你。今仔日是双连主日日，也是11奉献。阮所奉献的，拢全是要做主事工的路用。阮感谢你，永远甲阮支持，互阮知影身体是你所赐的。阮日日爱思考上帝对阮的好。阮安尼感谢、恳求，
拢全是靠你的名，阿门。阿门。请坐。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诗篇92篇14节，秋老的时，鸟会结果子，结真多色青翠。我一遍，秋老的时，鸟会结果子，结真多色青翠。咱用华本过来读一遍。他们花白的时候，人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过一遍。他们花白的时候，人结果子，而且鲜美多汁。以上，咱今仔日有咱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咱大先来介绍，咱伫今日礼拜后，要伫咱的中间来做分享姊妹咱请这盼丁姐妹。第二部分咱要介绍是何定腾甲陈时惠何先生，你甲好友有关系无？刚生啦生好遮济伊是迄个芬兰介绍伊伫德北圣洁教会今日来伫咱中间，咱欢迎伊毋知还佫有其他旁边有无？隔壁迄位，顶礼拜来。顶礼拜有来，顶礼拜来。咱佫刷入去，咱来报告今仔日的主日是双年曙光的纪念主日。礼拜中，咱特别安排由本会双年团契参与伫各项的服侍，请兄姐为着双年曙光来关心。咱伫咱中间咱看见有咱的信仰的长辈吴思龙牧师甲牧师娘一生侍奉咱伫咱的会中有吴表达长老今仔日无伫咱中间，总是咱纪念伊。虽然伊无真精英总是咱知。伊伫教会的侍奉对水路校长、青少年社青的辅导做足侪真要紧的事工咱嘛看见咱教会陈长老、何执事因的伴离开因孤单，咱。伫因这个时咱来特别来关怀咱中间陈惠理长老伊是咱教会真要紧关怀的一个长老总是咱知德蕾莎伊足够关怀，总是伊的快乐。是对做祈祷，伊本身伊的同伴
为伊祈祷所以咱伫教会遐好的时光的结果咱伫即个时，咱拢爱少年，才会咱信仰的前辈。这是咱今仔日双年时光纪念主日，咱上要紧的咱为着这样事来代祷甲奉献。咱今仔日礼拜中，咱嘛要发放中央的敬老礼券咱请准备伫咱会中即长辈请咱起立，咱所准备的礼券，咱伫遮来迄个65岁、65岁吼，70票好。即马咱拢迄落吼，所以吼咱请70岁满70岁以上即个咱的长辈麻烦请咱起立好无？咱来请咱的遮个少年辈来帮忙来发放。这边都没有这边都是年轻的，妈妈也还没有阮遮有足侪70岁以上头毛还阁是乌的，所以我无法度看会出来迄个有人领无着的无？请迄个咱伫咧网络面顶的迄个咱的长辈，请放心咱照教会的规矩咱有就讲遮个伫网络面顶的长辈，咱的关怀部会找时间将即个礼券送到咱的府上以上。今日礼拜后有中华基督教内地会胖丁姊妹要享受咱来分享迄宣教的时间所以咱礼拜后若要了解这个内地会因的宣教时间，请留一下第二项，10月初2起，每主日上午8点半到9点20，伫教育厅地下室有成人最学开始新的课程，主题是律法书，讲师是吴芬兰传道，欢迎兄弟踊跃报名参加。第三项，后主日是教会教育时间奉献的主日，礼拜中特别安排由本会最学来参与伫各项的服侍，请共同为最学时间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四项，请各团体小组甲单位伫10月底以前选出新进的干部，并向办公室来汇报结果。第五项，本年度查校日定伫11月13日，请各团体整理2022年1月到10月原始凭证甲现金销。第六项，本会为提手爱无限2.0关怀时间，计划伫12月初1拜4到12月24日拜6期间，要展开关怀宜兰市邻近本会区域的弱势家庭，全市有698户，咱计划关怀是100户。
该计划请兄弟为弱势家庭奉献1户500块。TVS 慈善基金嘛同款买500块。由教会带1000块的全联现金券前往关怀弱势家庭。目前该关怀事工的奉献还未达到标准，敬请有感动的兄弟关心代祷甲奉献，并积极参与伫这款的关怀事工。具体消息13日拜四上午10点，伫大溪教会青中商业部南洋区举行商年敬老庆婚大会，敬请有报名参加的长辈准时来出席参加。第2项，29日拜六上午7点半到9点半，伫春雀国际温泉酒店2楼国际厅，宜兰县基督徒联祷会举办第14届宜兰县基督早餐会，欢迎兄弟同齐来为着宜兰县这个土地甲顶悬的人民来祈祷祝福。详细请看公告栏。要参加，请向干事来登记统一报名，以便统计人数，请尽早向干事来登记。以上过去的报告请咱来过目若有唔对的所在请咱来订正。补充。刘兄这平安。咱这个若咱时间都合会好势，欢迎咱拢会通留落来继续来听这个地会胖丁姐妹伊所分享的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吼。因为咱教会伫咧对今年开始，咱就有安尼开始准备要伫咧这个宣教的部分，咱不管是对外的宣教。是讲咱家己若做袂到的部分，咱要来用支持的方式来支持这个宣教师因的宣教的事工。咱家己无法度做，人伫咧做，咱诚做因的迄个动力。伊就诚做，伊就甲亲像诚做咱的宣教师共款。所以咱因为安尼的缘故，所以咱伫咧今年，咱伫今仔日甲着11月份，咱拢有邀请着宣教师。要来伫咱的教会来来分享，所以咱若时间都合会好势，欢迎兄弟留落来，咱继续来关心这个宣教的事工。共款拢边仔共款是宣教，所以咱伫咧这个咱睇下伫咧第6项的这个洗手爱无限的这个部分咱因为咱的这个目前这个奉献为着这件代志的这个奉献，咱目前也未达标所以，请咱兄弟继续来努力，咱来关心这个事工。咱教会总共要关怀100户，其实咱毋是上济宜兰教会150户，宜兰迄个基督徒礼拜堂，因目前我所知影，因总共已经奉献超过500户，因为咱规个宜兰市才698户。所以有一部分的奉献金额要转去予其他的这迄个乡镇来继续做这个关怀事工。所以咱通看见真侪咱的主内的肢体因拢真努力伫遐咧做这项的关怀事工。咱借着安尼关怀这弱势家庭，互因有机会安尼借着咱的这个关怀，咱会通安尼甲因有机会接触到互因安尼有机会。会通来安尼接触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咱嘛期待，因为咱所安尼关心，期待即个家庭，遮个家庭会通安尼一个一个因为有主的恩典，甲主的祝福临到伫迄个家庭，迄个家庭因的家庭要得到改变，所以期待咱会通安尼共同来参与。咱伫咧顶礼拜二，咱已经有做即个关怀事，迄个训练期待咱若也未有迄落迄天都还袂好势，无法度听的，咱迄天的训练教会有录影起来。吼，咱若有需要看的时阵，可能到时阵检测教会会使安尼上传伫咧即个网络 YouTube 面顶吼，互咱家己来去点选来看。上主要就是要帮助咱讲，当咱伫咧关心遮个弱势家庭的时阵，咱应该安怎讲话？咱应该用着什么款的心来关怀遮个弱势家庭，或遮个家庭因有缘会通得到上帝的恩典满满。特别是伫咧，因为咱计划伫咧12月吼要来发放，所以拄好是即个圣诞月。咱借着圣诞月，互因会通搁较会通安尼得到上帝即个施恩祝福吼，所以咱期待咱会通继续来努力伫咧即个施所爱无限的即个奉献的部分共款即个圣诞月的关系，所以咱伫咧即个咱即个月29号，咱即个伫咧即个春雀国际温泉酒店吼。咱遮有即个咱宜兰县的14届的即个基督的早餐会因为即个因爱统计报名人数，所以为着要互咱较赶紧会通安尼来报名完成吼，所以咱迄天咱有期待要去参加的兄弟，请咱量早来着咱的干事来报名登记吼。以上的补充。咱即时同心来祈祷，特别愿上帝，我们要对你恳求，大声，我们要为着阮生活中，若得失着阮的兄弟姊妹的事，阮要对你恳求赦免。阮要为着阮的国家来恳求你。伫即个疫情的中间，阮有做生活中的无方便。阮看见全球的疫情，大多数的国家拢已经排除管制，总是阮徛起伫台湾即个岛屿，还阁有受侪个管制，特别上帝，求你的灵甲阮三甲伫底。阮想起早时摩西伫旷野，当百姓拄着火蛇的攻击伤害时，伊恳求你，你就将望挂伫柴顶，用仰望你的拯救来得到医治。特别上帝，我恳求你伫这个时，将你的怜悯降落伫阮的中间。阮也要为着阮年底伫阮台湾所要举办的选举来为你祈祷。特别上帝，求你互阮真正捌公义，心存怜悯。阮要牵调伫你的假时来完成这次的改选。就是这中间，阮有发现一件代志，阮需要上帝你特别的开恩，因为阮的疫情若无得到解放，
就有侪侪人因为得到这个感染，因就丧失投票的权利。特别上帝，阮恳求你，伫这个到选举前这段时间，互阮真正会得到你的恩典来投放阮这个限制。伫这个人人所应该有的投票权得到保障。特别上帝，阮来为着阮教会来对你恳求，阮头前有侪侪计划要推动，阮大声要恳求你的旨意，正伫阮的中间。阮无凭阮的意志来行头前的路。阮大声要追求你的意念，带领阮头前的路。阮也要为着阮教会侪侪的肢体，因有拄着困难，不管是生活的压力、精神上的困境，还是病痛的困扰，特别上帝，阮要对你恳求，总是阮知，阮所求的无逐项拢会当得到你的回应，因为阮大声爱知，阮所求的。那伫阮的需要来满足阮的宴乐的享受，你无要应答阮的祈祷，所以阮真正伫阮祈祷时，阮大声爱为着需要帮助的人，阮来献出阮的祈祷。阮对你恳求，求你听阮的声。阮将阮的需要摆列伫你的面前。阮最大的愿望是得到你的回应，来应答接纳阮的祈祷。阮安尼伫你脚下的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沙尾边的诗，圣诗396首，咱起立来吟全首。吟诗了，请牧师祝祷。对主靠
恩典主，阮感谢你，欢喜阮今仔日阮所献的，也接纳阮今仔日伫主你面前的敬拜，互阮所有，特别是阮中间阮遮的信仰的长辈，愿主你对你天顶施落你逐样的福气，互因伫咧因的日常的生活中，有对主你满满的即个平安喜乐来充满伫因的心内，互因逐人安尼有迄个健康的身躯，有精英的灵，会晓你安尼时时牵调伫主，将因逐人的根基安尼刻在伫咧刻调伫咧即个上帝的殿院，互因逐人会通对主你领受对主你来迄个满满的丰盛的恩典来临到伫因逐人。愿主你也照着你丰盛的恩典施落伫阮所有众兄弟，互阮照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会晓你来搁较够尊重，来尊敬阮所有遮的时代，互因伫主你的面前悠然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互阮所做的也得到主你的喜乐满满。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咱搁过一时咱搁5分钟、10分钟、5分钟，咱搁过5分钟咱搁过5分钟了，咱要开始来请胖丁姐妹来为咱来分享所以请咱时间拄好会好势，咱就留咧。说多声。好。喂。